1979年6月23日，台北市私立智仁保校举行毕业典礼，7岁学生林宝菊嘛是毕业生之一。多年来，因伫2、9班就学，唔惊家事无闲，也唔惊风雨，每一日按时去上路。 7岁毕业的林宝菊嘛是子孙满堂的老太太。5个男孩，4个女孩，生日24个。林宝菊阿嬷的拍拼、充分加少年学生展现活甲老、学甲老的精神。1989年6月23日，台湾歌手过海声援北京天安门运动，特别录制名叫做《历史的空锤卡大》送到中国。 这个卡大分别由台湾4间唱片公司旗下100多位歌手集体录制，民众将卡大整理装箱了送到机场，同时嘛有天安门之火、学生之爱等等布条啊，用行动表达对中国学生追求民主的支持。